台南第一间5星的饭店大义励志，19年来见证当地观光发展，接待过未少的大人物，更加是真侪在地人的记忆。也毋过受到疫情的冲击，业者宣布6月30要收大关门了。伫饭店外口摆摆的稳酱，听讲台南这间头一间5星级的饭店要伫6月底收起来，真意外，民众经过时嘛拢唔敢相信。伊要收来嘛无法度，无摆张摆款时啊，我嘛我第2位在摆呢，有点心痛。对啊，这真的哇，那明年不知道春酒要去哪里吃了。而且唔敢是因为这间饭店有真侪台南人深刻的记忆。2002年开幕，前总统陈水扁是饭店迎接的头一位贵宾。后来19年陆续接待台湾名导演魏德胜、总统蔡英文，也有国际上未少名人。今嘛业者发出声明，决定6月底要收起来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表示遗憾。已深入了解，并且对这个决定，我们坦白讲，心里面是有点不舍。集团的董事长吴俊义为旅馆的清洁工变成5星级饭店的头家，创办8间公司，年营收有300亿的台票，是员工心目中的好头家，更加一手打造台南指标性的饭店。19年来见证当地观光发展，今嘛却爱行入历史，让人感觉真无彩。